自製增值機八達通嘟龍鳳鈪。八達通增值機可能大家每日都會用到，不過26歲姓劉嘅疑犯就大膽到成 set 嘢撻返屋企自己增值。做八達通外判維修員嘅佢，舊年9月喺港鐵南昌站分開幾次將10幾件八達通增值機後備零件偷走，返元朗嘅屋企砌返埋，用真銀紙嚟增值。舊年12月，八達通公司發現有卡有消費冇增值就報警，警方追查有權掂零件嘅人，縮窄範圍。年初佢仲身有事，突然唔撈添。警方前日上門拉佢同埋佢父母、老婆以及家姐。除咗喺佢屋企揾到增值機零件之外，警方仲檢獲61張八達通。用啲卡突然間佢可能停咗唔用，有啲新卡出，咁都要一段時間先至係發現到。警方仲喺個維修員老豆嘅貨倉度揾到180罐奶粉，同埋呢一對相信係佢用贓款買嘅龍鳳鈪。初步點算，佢成功增值咗43萬，消費咗6萬蚊。港鐵就話今次係個別事件，冇對乘客造成損失。八達通公司回應事件同保安系統無關，又話所有交易都可以追查到，有完善嘅保安系統同監察機制。